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22 AM 新闻，我是嘉豪。现在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现在。国内伫今仔日增加14个境外病例，有2个是过年期间7+7点伫咧处理检疫进程来确诊。另外，国内奥密克戎变种病例到单有12例咯。入冬了后，上解强的冷气团伫拜六会到位，北部可能会达到10度以下，2000公尺以上的关山有可能会落雪。海客入侵真侪间的慈善团体，甲民众骗超过300万，警方也伫中部抓到8个嫌犯啊。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无增加本土病例，也无死亡个案，不过有增加14个带病入境。这14个带病入境当中，有2个是过年检疫7+7+7封印的民众，等到处理检疫进程来检出阳性。另外，又增加7个奥密克戎变种病毒的病例，国内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2例啊，全部拢是突破性感染。国内新冠肺炎疫情日增加14例境外移入确定病例，其中2例是春节检疫7+7+7方案，拢是突破性感染。1694例是本国籍20外岁女性为美国入境，登去检疫进程采检确诊。16947例是本国籍20外岁男性。伫11月捌伫越南确诊，入境了后，登去厝内检疫进程采检确诊。那这2例因为都没有进入社区，这个所谓7+7的阳性的部分，所以对社区是没有产生威胁的。另外，国内奥密克戎变异株各增加7例，分别来自美国3例、英国2例、奈及利亚加加拿大各1例，全部拢是完整做疫苗的突破性感染，其中5人无症状，7人症状较轻，而且12个人拢无鼻部的症状。目前国内已经有12例奥密克戎个案。这些轻微症状有包括就是咳嗽、鼻塞、喉咙痛、流鼻涕，然后头痛、全身倦怠，等等，那只有1位是有这个发烧的症状。另外，要伫个24全面开放第4期、第3期做无共款排组疫苗，有民众回报一管家资料分析发现 ，AZ 加莫德纳副作用比例较悬，第2期出现住的所在会痛、发烧、头痛这的症状，比 AZ 加 BNT 的比例较悬。有专家建议，第1期做 AZ 的民众，若想要有较悬的保护力，佮烦恼发烧这的副作用，若想要做，会用佮做高端疫苗。台湾自己的资料已经出来了，混打高端的都比原来 AZ 加 AZ 的高了好几倍那高端最近我们常看的资料是高2到3倍，那莫德纳混打的时候有时候可以高到10几倍，所以目前这是一个考虑。对外界关心第4期疫苗规划，指挥中心强调，国内第1期疫苗已经做1860万剂，第2期是1540万剂。即摆依照数量来算，明年后年台湾已经买莫德纳次世代疫苗3500万剂 ，AZ 也500万剂 ，BNT 疫苗也在参详当中，应应用第3甲第4期的需求。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甲观众朋友报告一个好消息，后面伫昨宣布讲，承认台湾的武汉肺炎疫苗注射证明。指挥官陈时中早起表示，后面是承认疫苗注射的有效性，承认了后，民众要出境通关流程拢会变较紧。那后面真侪国家也等来季节。台湾版本的所谓疫苗证明，详细做法甲规划，上紧伫后礼拜会甲民众做说明。春节回台检疫方案上路了后，一第陪旅客伫防疫旅馆采检，那阴性就应登记出来完成后续检疫时间。不过，医院检出2例阳性确诊，目前已经受伫病院隔离治疗，有医师烦恼，同款的状况可能会发生。进行新北幼儿园群组事件，指标个案埃及爸爸都是伫感染后期，阴阴阳阳状况，要防止疫情进入社区，甲人口公共卫生手段。这种案例一定会有，所以说这是公共卫生，只能把你的风险做到说保护你95%，保护你99%，可是你95%就会5%，你99%就会有1%。另外，后面一宣布承认台湾发的新冠疫苗注射证明书外界好奇，疫苗厂牌是不是包含国产高端？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回应表示，后面承认的是疫苗注射证明有效性，而且不止后面，也有真侪国家也继续参详当中。疫苗证明是一证认这个证书的效力，就承认这样的一个证明它的有效性。那至于里面相关的疫苗的认证，那各国采用的标准各有不同。
但市长强调，台湾疫苗所谓证明得到欧盟认可了后，民众出入境的时阵，会用加速双边通关流程，未来也适用伫国内大院、长照机构、加8大行业等。将近下礼拜公布台湾版所谓疫苗证明实施细节，开放民众申请使用。记者综合报道。今外民众爱特别注意哦，这入冬以来上介强冷空气，伫这礼拜要来报道咯。全台湾的温度拢会降真济，亲像北部、东北部是变甲10个冷。气象局预测讲，这阵冷空气的强度差不多是强烈大陆冷气团的等级，也呼吁民众一定爱穿雨袖。伫沿海较广阔的地区，这低温是有机会达到10度以下。那阵这个海拔2000公尺以上的关山，也是有机会落雪。大台北地区一早起天气是10个冷，好似落一个停一个。有个伫拜四、二三水气会慢慢收大，拜五、二四天气小可较稳定，中部以南有机会看到日头。不过伫迄天暗时冷气压瓦群，温度会开始降，全台湾拢感受会到。冷空气的强度瓦群强烈的大陆冷气团的等级，有可能搁再增强成做寒流。我们的预测最低温大概是会出现在礼拜6的晚上到礼拜2清晨这段时间，在中部以北，还有我们的东北部地区的低温呢是下探10到12度。那我们的南部地区花东呢，最低温呢，大概是12到14度左右。那沿海空旷地区，还有我们近山区的平地，温度还会再低。气象局讲，这波冷空气也是入冬以来上强，沿海较空旷的所在，温度可能降到10度以下。国加上有水汽，会感觉更较冷。伫海拔2000公尺以上的悬山，都有机会落雪。气象专家分析讲，冷气压来了，有机会搁带来境外移入的禽流感，家禽养殖业爱特别注意。专家提醒讲，民众要严防寒害。随着一波一波的冷空气下来，这种境外移入的这个禽流感风险确实有逐渐在增高。养殖这个鸡、鸭、鹅啊，或者是一些畜牧的朋友们，第一个要确保你的禽舍这个保温设备要适当的启动，要注意透气。预计伫28后礼拜2开始，冷空气才会慢慢减弱。不过辐射冷却真明显，另外来注意透早温度会较低。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最近新的县市合并的议题是差价的不匹，民进党内也是有无同款的意见。民进党主席总统蔡英文今仔日伫中常会顶头，针对着新的县市合并议题发表谈话，认为县市合并是真要紧的，呼吁所有的中常委也个立委都要来支持。我认为新竹县市合并升格，提升地方政府的治理规模跟量能，强化台湾的关键产业的发展这个是一个蛮迫切的问题在这个议题上，我相信我们未来还有很多需要一起讨论的地方。那么重点在于，既然我们已经发动了这个修法那我们就必须让这个修法能够顺利的完成。那这一点就希望我们所有的中常委可以支持，还有所有的我们立委同仁也可以支持。那是新的县市基隆市长林右昌也提出基隆升格问题。总统蔡英文表示，只要条件充分，也拢会当考虑，也强调民意是真重要的考量。目前看到新竹的需求，未来会当看到其他县市的需求。行政院伫未来财务分配会爱尽量达到县市平权的目标。拜五，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所提出的地方制度法修正草案就要送出去啊！蔡英文也希望党内支持，让案件赶紧通过。台北市长郭文哲上任了后，取消中央的敬老金。不过，伫顶个月台北市议会通过国民党团所提出的中央敬老金递上自治条例，引起郭文哲的不满。市政府向议会提出复议案，今日下晡进行无签名的投票，落尾以48票赞成，市政府的复议案宣告失败。不过，市政府也拍算要向行政院申请敬老金自治条例函过无效。为着中央敬老金，台北市长郭文哲甲台北市议会是互相无相让。11月初10，国民党团提出的台北市中央敬老金递上自治条例伫议会通过，要求市府恢复发中央敬老金。郭文哲不服，提出复议案送议会，采用无签名表决。而表决进前，双方伫说明的时阵，气氛是无偌好。反对不分青红皂白，不分有钱没钱。不排户的齐头式的普遍发放中央敬老金，很遗憾的，
他们不让我去议会报告，只求迅速通过法案。将发放的金额决定权交给市府，可以视财政状况等酌予发放，已经给足了市府弹性行政的裁量空间，并没有设伏排挤的问题。为2016年开始，国民党取消台北市65岁以上的集会人一年充5块的中央敬老金。国民党团表示，这个通过自治条例，并无明定爱发偌济钱，敢若有定出发放的对象甲等级。甲发偌济钱的决定权交予市府，会当看财政的状况来准则。针对市府提出的复议案来表决，国民党团甲去动员，佮要求党籍机关投票都要徛起来录影。也那民进党团嘛表达支持。省下这笔预算之后，却花了好几倍的预算，与其这样做，倒不如恢复原来的制度。表决结果通过，维持原决议。在国民两党人数优势之下，有48票赞成，达到出席议员2分之2的条件，7票反对，甲5票弃权。市府的复议案封杀，代表就要实施议会顶个月通过中央敬老自治条例，以期爱发敬老金。不过市府表示，等议会甲复议案的结果发函去市府了后，会照地方制度法43条向行政院申请敬老金的条例函过无效，嘛质疑立法权超过行政权的核心领域，有违宪的疑虑。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捷运公司对2017年成立到今薪水拢无来起，而且因的薪水有较低，亲像站务人员的薪水是国内4间公运捷运公司内面上介低。今年新来有80个人，即马已经有70个人拢离开啊。台中捷运公司的董事会昨也通过调薪水案件，宣布明年元旦开始，所有员工的薪水拢会起7%。台中捷运公司董事会2日通过要调薪水，明年1月7日开始，全体员工会加薪水7%，有报市府核定。消息传出来了后，员工是拢真欢喜。有吓到，对，就是比预期再高一些，当然就是一个很好的过年前的礼物啦。对啊，也会就是本来可能没有什么表情在上班，现在都笑着上班。根据台中捷运的统计，今年11月份载客量是25101人次，11月27高一天的运量有32664人次，创下疫情3个顶界以来的新高。今麦人变有变多，不过员工的薪水却是袂顶袂动。以全台湾4间公家捷运公司的站务人员月级来做例，台中捷运是28373块，是吊车尾，比共度的减5000至7000。为2017年成立到今，薪水拢无调整过。今年人力的流动是要到9成。以今年来讲，我们禁用了80位，已经离开了70位，因为薪资太低，低到劳动部的最低基本工资，我们的薪资表还比他低，只有23000多。台中捷运公司表示，员工的薪水是参考2011年台北捷运公司的结构定的。上基站的服务人员月级比目前法定的基本工资还佫较低，若是无调薪水，甚至连招人都困难。民众嘛表示赞成。OK 啊 ，OK 应该啊，应该，因为比人家低啊，对不对？比人家低应该是加薪的，是应该的啊。很好啊。怎么说？毕竟物价都在涨，就跟着一起，就是也薪水也是要跟着调整啊，不然就说在是蛮难生活的。台中捷运公司强调讲，因为目前营运也是伫亏损的状态。所以明年加薪水了后，还算会加3500万至4000万的支出，会以减少10%度出的原则，才会省起来人事成本来运用，袂影响公司的营运。记者综合报道。花莲黎明教育院等等的慈善机构捐款系统刷起互骇客入侵，诈骗集团破解系统了后，假做是慈善机构，敲电话互捐款人，讲这扣钱系统出问题，才来甲民众拐钱。花莲的警方也发现，讲这诈骗集团拢伫咧中部，目前也联合保共县市警察局，到今已经抓到8嫌犯啦。伫 ATM 领钱了后，将钱收获好，全部拢被监视器翕落来，因全部拢是诈骗集团的车手，互警方锁定抓起来。花莲县警局伫今年8月接到报案，真一间慈善机构捐钱系统，互诈骗集团入侵电脑摕资料，佮敲电话互捐钱人表示扣款系统出问题，要求对方到 ATM 操作转销到指定户头。最后由车手提领不法所得，安尼手法诈骗超过300万。陆续查获女性犯嫌等8人到案，分析这个案子，至少有18名被害人，遍及全台各地，
诈骗所得新台币约新台币300万元。可能警方发现，车手领钱地点大部分在台中地区，甲台中市警局刑警大队、侦缉队强搜专案小组顺利抓到8个车手，以涉嫌诈欺、组织犯罪以上，佮继续追查共犯。调查发现，诈骗集团专门经社福机构入手。伫个台东的一个儿童机构也证实，有关系的人被共款的手法诈骗。会有2个人一组。那一开始可能他是假借是我们儿童之家的名义，之后就会有另外一个是假冒银行的人员去登录他的网络银行。社福机构表示，诈骗手法一直翻新，不过机构未主动敲电话伫电话中要求关键的人增加额度，提醒关键的人要提高警觉有任何问题应敲反诈骗专线，或者是直接甲收款单位联络，避免受骗。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高雄北头山新农业循环园区开发案，因为这个园区内面有饲猪场，而且这开发商又阁是进前因为居民抗争，落尾煞收起来，坑大场开发业者可能为的关系企业。居民也质疑讲，这根本就是欺骗，伫属9月说明会办不成。今早起举办一届的时阵，有上100人来抗议，认为讲这说明会通知是无合法的。下晡也去到市政府抗议，要求市政府就要做出回应。抗议民众头白布条想要走入去市政府大门，互警方挡落来。北头山居民22下晡到高雄市政府抗议，因讲早起伫旗山举办的新农业循环园区开发说明会，无依照法规伫10天前发出通知公文，决定转正市政府抗议。无想到才拄到市政府，就知影开发案进入环评审查，现场发生冲突。为什么要进环评？对啊，既然不合法规，为什么可以进环评？其实早起说明会就一直冲突，马头山过去因为废弃物安排场开发案引起争论，到即马2阶段环评一直无结果，即马可能为关系企业准备要伫附近新设农业循环园区，虽然是历年循环经济产业，不过因为设养猪场这个设施，互居民怀疑讲的甲做的无共。早起到说明会抗议，这个通知时间无合法。13号才收到通知开会的公文，那今天22号其实并没有达到法定的期限，在12月10号由邮戳为凭就发送出去了。那这个也符合开发行为作业准则第15条，开会前10天要通知的一个规定。说明会伫反对居民的抗议声中开完，代表孙权表示，相关厅司拢有按照法规伫行，会持续甲居民沟通。不过反对的居民无爱插，下晡继续去市政府抗议。环保局表示，业者有依照规定时间伫网站公告。说明会和民众表达意见做参考。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收集当地民众的一些意见哈。那只要民众的意见能够在当场能够充分的表达出来，其实是有利于在未来实质审查时候的一个参考的依据。抗议民众看诉求无互人接受，几日变冲突了后，决定静坐，听候市政府回应，互警方以违反集会游行法举牌警告。马头山开发案争论不断，到底后续会安怎？恐惊需要3方面更加侪理性沟通。记者综合报道。喙暗就爱挂，唔通艰苦坐挂。伫新北市新庄有一个细龄的查甫人，伊就无挂喙暗，去到便利商店，互店员提醒讲，这喙暗就要挂好势。结果等到处理是愈想愈生气，就举空气枪去到现场，袂输是要甲店员吓惊共款。落尾警方找到这个查甫人，也甲伊依照着恐吓罪移送法办。新北市新庄骑机车的这个查甫人，透早经过便利商店，手内摕一支空气枪，对门卡口的店员开一枪了后离开。警方接到报案了后，立刻调阅监视器，较无4点钟，就追查到这个姓林的查甫人。伊坦白承认，因为对超商店员不满才生气，才开枪。33岁姓林的查甫人，伊透早到便利商店买饮料，离开了后，佫翻转头到店内买物件。店员看伊无挂喙暗，甲讲喙暗挂好，无想到伊转厝的路里愈想愈气，煞徛翻头到超商的门口口，看到店员当伫食薰，就摕空气枪向天顶开枪。其实从监视器上来看是还蛮平淡的，就言语上并没有其他肢体上的冲突。他平常有这个生存游戏的兴趣了。所以有收集这个 BB 枪的一个行为，
全案依恐吓罪侦办。这个姓林的查某人，被警方查到的时阵，感觉真后悔，求警方原谅放伊煞。不过，专案也是依照刑法恐吓罪上班，但是伊无挂喙暗的部分，会由卫生单位来处罚。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宣布讲，因为这个奥密克戎变种病毒等咧拖，为着也搁再提供互民众5亿组的免费快筛试剂，互民众来使用。拜登也表示讲，美国已经有2亿人注过疫苗啊，也呼吁民众唔通伤过头惊吓。不过，伊也搁再强调讲，也未注过疫苗的人，就要赶紧去做。奥密克戎咧升长，美国疫情搁再加悬。总统拜登宣布讲，会来提供5亿套免费的这个快筛试剂，予有需要的民众。Federal government will purchase 1/2 billion. That's not million, billion with a B. Additional at-home rapid tests with delivery starting in January. We'll be getting these tests to Americans for free. 拜登表示讲，即卖情况无亲像2020年3月，已经有2亿人完整来注过疫苗，准备嘛搁较充分，嘛对疫情有搁较有了解，民众无需要搁惊吓。拜登伊搁呼吁讲，要未注疫苗的民众都要紧的出来做。All these people who have not been vaccinated, you have an obligation to yourselves, to your families, and quite frankly, I'm not going to be criticized for this, to your country. Get vaccinated now. 就连前总统川普也伫个保守派即个脱口秀的顺嘴讲节目顶悬，伊讲伊家己已经有做过即个疫苗的加强剂，毋过煞去有部分的民众加出声，伊只好赶紧来补充说明，无支持政府强制民众都爱注疫苗。根据美国疾病管制甲预防中心 CDC 的数据，奥密克戎的变异株伫个顶礼拜确诊病例有达到73%，已经成做主流的病毒株。大多数的即个确诊者因拢有做过疫苗。另外一方面，美国体育频道 ESPN 报道讲，因为奥密克戎伫个世界咧升长，北美职业冰球联盟都无要派选手来参加北京冬奥男子的冰上曲棍球的比赛。不过，官方也未正式宣布这项消息。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最近发生的这个天灾地变，真有可能是水不会无情，甚至有可能是政府的无能。17月以来，伫咧马来西亚落过落港的大水雨，这大水雨也引起做大水。目前上报有17个人死亡，6万多人就要离开家己的田园厝体去到避难。民众也批评政府救灾速度太过慢，首相亲身出面来甲民众会实的。搜救队坐小车船伫各栋建筑物内底协助调伫内底民众。为另外一个角度看空翕的画面，会当看到厝、汽车拢浸伫个水内，规个市区差不多拢淹去。马来西亚为17以来连续落大雨，造成大淹水，有8州受到影响。虽然雨停啊，大水嘛开始退，不过也是一寡人的厝毁损、财产损失无法度估计。截至目前，至少17个人死亡，8万多人无厝通住。Ini lagi teruk dari yang biasa. Pasal apa? Kebanyakan perumahan, kebanyakan orang yang kena efek ni semua tak dapat nak disangkakan macam mana dia boleh efek macam ni。电力系统供电也未完全恢复，民众无法度联络厝的人，佮加上政府真慢的救援速度，互民众批评政府救灾无适当。根据马新社报道也讲，马来西亚首相伊斯麦沙比里公开承认当局对救灾工作处理无适当，尤其是伫灾区上严重的雪兰莪州。另外，大马卫生部长讲，22早起接到通报，收留灾民的避难中心传出有181个确诊，目前无法度实施标准流程，所以大水恐惊互疫情进一步恶化。Macam baru-baru ni sebabkan diorang kata diorang lepaskan air daripada dam, daripada empangan, so kita risau air akan naik mendadak. So kita orang ambil keputusan untuk sewa lori dan ambil anjing kami tempatkan di penempatan yang lain. 那是离首都吉隆坡不远远的一间动物收容所，过去2遍因为大水损失严重，决心将监视器。好佳在这届大水要来进前，感觉唔对，第一时间就重新安置收来120只猫仔狗仔，才无造成更侪伤亡。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长期做运动，保持你的体力无的确有的时阵。丸仔会当救你一条性命。伫非洲的马达加斯加这个所在，因的国务部长所在直升机摔落海里，加在伊甲无人机的椅仔当作是救生裤抹掉咧，而且受这个大海是受12点钟，落尾总算有甲人救起来。
镜头内面这位穿乌衫，就是正新闻挖来国防部主管宪政57岁国防部长盖勒，看起来正忝。伫升机跋海时阵，伊是两位行军挖掉人之一，另外一位是伊的同事。飞机下来迄当阵，因大跳逃生，伊讲家己的死期也未到。虽然海水正冷，不过好佳在无受伤。Nanomboka tamin'ny fito sasany lomano jusqu'à tamin'ny fito sasany maraina. Matoa zay mbola velona. akaiky be tsy latsak'ambolo be zany satria manaraka amoron-dranomasina zay。除了要到9點鐘，也就是透早4點左右，有漁民看到因伫咧喊救人，嚴哥決定先甲船開轉去岸邊，坐一隻更加大隻的船來研究。兩個人就安尼一直游，上面伫咧灣海一個點馬漢堡進化，共飛機另外2名乘客目前由安下落不明。mbola azo andehanana tsara ny azo atao ny manao vol de nuit misy jiro tsara fa raha faly devant le tsy adosony le pilote mihitsy tsy adosony hélicoptère koa。介入今年8月才離開已經服務了30檔嘅警政單位，伫內閣改組嘅時陣，正式部長，迄講伊嘅任務是甲幾位同事去東北海岸一個已經造成至少36個人死亡嘅船難現場視察。無想到講家己坐飛機煞跋海，好加在靈機應變，用駕駛椅啊當作蒲堂。另外一位憲兵將領講，介入一直攏有運動嘅習慣，體能保持了袂歹，真有動，才有法度克服季軍，大難不死。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輯。人講戰火無情，敘利亞內戰已經10年啊，造成要到50萬人死亡，數百人是有路無厝。寒天到啊，臨時布棚連一個起火物件也攏無，敢若會當抾一寡廢棄物來燒下燒。不過，這寡物件也傷害因的細胞甲因的呼吸道。烏馬拉格達因翁賽諜戰爭的時陣不幸死亡。3年前帶囡仔去伊德利卜的卡夫爾阿羅克營區，希望在避難避過戰爭。寒冷的時陣，卡袂到溫度就降到0度以下，對因來講要生活是真辛苦。أنا أولاد الصبح كل يوم يبركوا من النوم فيق ما بلاقيهم إنه رايحين يلموا نايله من الشوارع بيلموا أكياس حفوضات الله يعز حداوي إيش ما لقوا بيجيبوا لها الصوبة عند امرأة هون بيحطوها وبيتدفوا وبيتحموا عليها بتطبخوا عليها كل شيء عليها بتسوي بيبركوا الولاد。一個到寒冷，敘利亞也就是敘利亞西北部，現在傳出悲劇，這300多萬的居民，有尾一半攏是因為戰爭有路無厝。雖然援助機構正在提供因布棚、毯仔佮衫仔予因，不過需求是一直咧增加，各界管的善款嘛已經無夠用。聯合國難民總署講，援助敘利亞人度過這個寒冷的費用是1億8200萬的美金。不過到目前為止，敢若總着一半的錢爾。無國界醫生組織 MSF 佇敘利亞的西北部幾10個營區攏有設工作站。因頂個月警告講，用無安全起火方式來預燒，會予治療呼吸道疾病甲併發症的人大大增加。這是因佇當地甲患者做治療的3大疾病之一。بلة وهناك عجز واضح وصريح من قبل كل المنظمات الإنسانية حيث أن المخيمات أكثر تعاني من موضوع الطوفان وصعوبة الطرق فيها والطين وما شابه ذلك ويقع على عاتقهم أيضا صعوبة تأمين كل من المدافع ومادة البيرين أو مادة المازوت。公司新聞王慧文編譯。咱台灣的民眾真愛啉這飲料手冊題，路頭路尾店家是開真濟，一個人手攏摕一杯，所產生出來這杯仔數量是有影真濟。環保署伫今仔預告講，用一屆的飲料杯仔限制使用的對象加施行方式草案，對明年7月開始，袂當使用玻璃攏的飲料杯仔，店家也袂當免費提供用一屆就偏的飲料杯仔。環保署表示，講禁用玻璃攏杯仔，明年7月開始施行，店家也愛提供消費者家己製杯仔，尚無愛屬顧客的優待來成人客。另外，針對着連鎖的便利商店加素食業者，要求對112年開始愛提供重複使用的杯仔，施行了後會開始加查，業者違規一屆上重會當罰到6000塊，若準無改善，會當一直罰落去。中經院的經濟研究所今日公布，明年國內實質經濟成長率應該會到3.85%。不過，因為 Omicron 變種病毒長咧傳，也會影響到經濟。中經院認為講，因為國際原物料長咧起價，加上薪水也有加起，這寡因素攏會讓消費需求甲物價壓力變真大。全球疫情要持續地退燒，不過因為各國疫苗注射率有提懸，嘛互經濟豆豆復甦。中經院經濟研究所預估，2021年國內經濟成長率會達到6.04%，
看对2022年，今年甲明年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是2.01%甲2.04%，拢比2%通货膨胀的警戒线还阁较悬。不过因为国内消费速度来会回温，按算明年实际上的经济成长率是3.85%。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会达到这个2.01%啊。至于明年，我们预测GDP 的这个成长率呢？会还是持续的高额的成长那达到3.85%。今年经济成长率按算会调整到6.04%。台湾景气长好，连续9个月红灯，嘛显示有持续伫咧复苏当中。尤其是大卖、小卖甲做食的，营业业的灯号嘛为红灯转做是红灯。中间因预估，政府决议明年度起基本工资甲军公教的薪水有起，对明年类似的消费都有帮助。不过，考虑厝价大起影响厝租，还有Omicron病毒无确定性，也是有增加变数。其他机构可能低估了这一个房价对未来房租的产生的这个影响。那还有就是这个 Omicron 爆发呢，势必会使得供应链瓶颈的这个问题恶化的这个状况呢。会延续得更久。Omicron 病毒滚价影响景气复苏的情形。中研院的报告指出，全球供需失去平衡的状况会持续恶化。国际大主的原物料起价，也有起薪水等等的因素，拢会压关消费的需求甲物价压力。若国内其他的无确定因素，主要受到中央银行所按货币政策、美中关系、甲其他地缘政治的风险等等，拢会持续有影响。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北捷运圆山站西边的这个公办途经案，经过1冬外协调，今仔日正式动土总共要开43亿。这未来会有饭店、商业办公室、店家甲徛家，按算伫咧114年会来完工。这是国家自主中心头一件公办的途经案。行政院长苏贞昌带头举金土来完成动土仪式，伫台北市大同区捷运圆山站的西边，占地有3017坪的这个土地，长久以来拢是迄个用，97%算是台湾银行所有，靠这个国家自主中心来主导，协调国防部完成智慧城村灌护前线，还佫有来拆除60外栋建物。经过1年的这个整合敲测，成做第一个公办途经案。违建户能够没有任何争议，大家都100%同意，高高兴兴、快快乐乐的，我们把这一块基地给盘整完成。圆山站西边的公办途经案是以这个客运街区甲分做2段，打造地上10站甲11站，还佫有地下4站的饭店、商办和买物件的广场，这落主体大楼。投入我要43亿，估计伫114年的完工。政府希望来做办头，通互这个大东区边仔的这个4颗链灯拢会当热起起来。咱实在讲哦，是出一块地尔啦，出来拢人出钱、出工、出力出困难，实在是拢因啦。咱就安尼坐在等就好啊，安尼。所以这种方式哦，那全国也阁有吼，尽量加充管。由于这个地方是航道下方有限高，因此在规划上呢，我没有办法盖得太高。它成功的引进私企业的资金、技术与效率。捷运圆山站的西边途经案若是动工了后，内政部表示讲，除了圆山基地以外，还佫5案公办途经已经完成招商，未来中央会刷咧和地方政府来合作，刷咧来推动公办途经的这个工课，会当互这个城市搁再活亮起来。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高雄鼓山的仁爱和平商城是高雄上界大规模的海沙厝，到今已经起40多年了，也叫方认定讲是危险的建筑物。高雄市政府今仔日先甲上界危险的迄栋拆掉，不过住伫内面的民众也讲，因若还未甲建商讲好条件，也还未签约，即马就甲因拆掉实在是真无保障。那把一项怪手将铁皮拆掉，高雄上大的海沙屋伫个爱河附近的仁爱和平商城，是40几年的老社区，部分条仔天棚毁损严重，互高市府判断是违老楼。1个月前陆续安置居民了后，22号开始拆，但居民烦恼还未甲建商讲地坪顶条件甲签约就拆，无保障。政府叫阮就大家搬走，无阮互阮一个合理的。阮知影讲，是当时厝要互阮起，互阮，也无啦，阮无保障呢，叫阮搬，阮就搬呢。
唔但已经伫听的居民烦恼，公社区隔壁栋排车时间较晚的居民嘛讲，大家的意见拢无共款，目前还未看到建商来协商。要求1坪换1坪啊，要求建商盖章啊什么的啊，哇，我不大清楚。居民伫社区挂布条啊，希望市府斗找建商加速途径。高市府解说，因为林内河滨是主办途径，条件要由居民家己甲建商协商，希望赶紧有建商加入途径，解决徛户的需求。这个地点真好，市政府也承诺会做都市计划容积调高一点，建蔽率甚至会考虑放宽一点，大家也较好起大。市府提出提悬用集等条件，希望吸引建商加入，因为附近都有真侪徛户，为着避免噪音、土山等问题，市府伫外壁挂帆布啊，用机械加喙代替弄壁，希望赶伫过年进前将社区医护病，降低对附近居民的困扰。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南投民间乡是全台完整第一面积正上大的地比山区，日益受到风台刮为环流影响，当地山区落雨是落真大。对地农来讲，这是真拄好的，是因为这个所在若准备压地园，拢爱抽地下水，这场大雨颠倒予地农成成本。南投县农业处表示，一项农水署规划整体性的压水系统，要来减少农民的负担。地农用心照顾地园，这几天山区落大雨，对地农来讲，真正是落了长着时。比去年做大换，今年当地的产量会比较乐观。成本降低成本。怎么说？因为不用洒水，最起码还保持了1个礼拜。地农讲，这2天落雨，互因省袂少用水压地树的成本。但是南投民间的地园用水的水源欠缺，不过这2天落雨已经有够应付这个月用水需求。农民要看土地的含水量来做一个调整。如果这样的话，那这一次的雨就是省掉很多的金钱，你不用浪费很多的那个灌溉水的那个金钱去投入在土地里面。陈金昌表示，南投民间乡整地面积有2000多公顷，不过因为是属有八卦山的山坡地，必须要申请抽地下水、带管线，也是买水来压地园，每10天都要压一届，每公顷成本差不多2万至3万，对农民是低唔重的负担。县政府讲，已经甲农水署讨论分期改善。茶树这个部分，它其实是要大量的这个水源的灌溉。如果能够纳入到农水署的相关的管理处这边做整体的一个维管跟营运，那应该是能大幅的降低购水的一些费用。南投县政府表示，会会同农林署检查八卦山山坡地管线规划，建立统合的用水系统。若是山区这的农田原来有污水池啊，串联互相支援，农民除了加强地园管理，也会进行品种改良，互较耐打的，适应当地成长环境。记者综合报道。家福基金会今日表示，伫因服务的个案内面，有要到一半的家庭照顾者有病痛的困扰，要到2成的时细啊，就要负担照顾厝内面的人。对于还未大汉的囡仔来讲，这是真大的负担。小文徛伫台顶，伊因为疾病，身体有淡薄仔起一边，需要长期使用辅助的家私来矫正。妈妈甲伊拢有共款的疾病，这对单亲的家庭来讲是真大的负担。另一边嘛是单亲的阿豪，因为妈妈着病，阿豪需要担照顾的责任。那你要很早起床喽，很早起床，然后把妈妈的早点打理好，再去坐公车，然后呢坐了1个半小时到石冈去上学。那放学了呢？回家收拾一下东西，再去医院。家福基金会统计，因服务的1000多个家庭内底，有46%的家庭照顾者有病痛的困扰，18%的家庭囡仔需要担照顾厝内人的工课。在疫情之下，状况是更加困难。经济困难，然后亲友资源或能力资源又缺乏，他们在因应风险、面临危机时，那个承受力就更大。家福基金会表示，今年因为疫情募资的状况有较差，今年平去年是减4000万左右。明年的目标希望会使募资到7000万，甲环境困难的家庭斗3工。记者郭永水特别报道。大家会当伫日常生活当中对谈、报新闻、国会论证，甚至是谈恋爱、表达心情。作家郑顺聪最近有出一本台语诗集《我都要来去》。内底用真侪水气台语来讲家己的心情，而且也有找几类人来配音，带观众朋友做伙来欣赏。咱对幸福的认捌，
是巴甜的色水。或者甲无必要的放掉，看呀一溜点睛。一首诗有几若种配音，好听的人感受无共开口。作家地顺聪头一本台文诗集，我着要来去，分作心情、14段诗甲自由诗3类。我希望讲，咱即马甲台语的口语的，阮自细汉听到迄个口语，甲即个咱即马新的台文运动所即个成果甲夹做伙，去写咱即马现代人的心情。我感觉这是我着要来去哦。我希望有一个轻飘的这个感觉，嘛咱台语诗有新的写水。地顺聪表示，这本诗集叠集高档的字句，甲生活上的心情、心肝头的话，用短短的字来抒情，嘛甲一寡咱即马花语讲的字，创作新的台文词、新字句，希望甲台语对语言提升到文学的层面。这语言吼袂输一个工具，咱吼甲咱的心情甲讲出来，甲咱看到的代志甲写落来、甲写落来，过来就是会当去创造咱新的语言。所以我内面做者新词、新的字句、新的词的用法。我希望吼，咱台语毋若是语言，吼讲会通就好，也是强调咱台语的开口，是讲咱台语就是创造一个新的语言。另外，伫心情诗的部分，版面嘛特别设计，通甲罗马字对照看。地顺聪讲，希望这本诗集，通互大家对声音、对罗马字顶开始，对诗的文学，豆豆去了解。记者伫文林学凯谢桂林台北报道。国立台湾美术馆伫发展数位艺术这条路已经行20多年啊，培养出真侪优秀的数位艺术创作者。今年第3年举办国际光影艺术节，邀请4个国家参展，有10件结合5G 戏剧设计作品，希望借做文化事业的起头，也予观众伫咧新年头、旧年尾，着国际级的灯节通好欣赏。五彩灯光闪闪时，用5G 技术结合光影立体媒材戏剧设计作品主题包括 Metaverse 元宇宙、地心力，以光线做主题，打造剧场、舞台，也阁有光影空间。2022年台湾国际光影艺术节，希望成做文化事业等的起点。このプロジェクトは新しい通信規格 5G を利用して単に高速低遅延通信を行うだけではなく、ダンサーとロボットのインタラクティブなコラボレーションによる斬新的なパフォーマンスの実現を行います。我希望用光去做一个角色，甲观众进行交流，和观众入来我的作品内底，成为作品的一部分。国美馆表示，今年是台湾国际光影艺术节第3届举办，克服疫情、下国创作甲电视的困难，顺利邀请台湾、日本、澳洲、法国4个国家的艺术家，打造10组互动性的光影作品。国美馆已经发展数位艺术已经20年啊吼伊事实上培养出做做优秀的年轻的数位艺术创作者。我们希望讲伊会当伫遮有一个较大的舞台，会当在遮做展览跟表演安尼。策展人表示，展览的核心理念对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诗所来，期待观众享受伫咧光影内底，成做一种流动的水景地，比英国的灯节更较清澈。记者阿明金曾海文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您就知。基隆到新竹是对18度到23度，苗栗到云林是对17度到25度，嘉义到屏东是对17度到28度，宜兰花莲台东是对18度到26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4度到22度，预估未来3港气象。
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暗时7点同款时间再相见。